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先生你好，爱挂喙烟无？无，阮会甲你挂喙。哈，我袂记炸喙烟咧。啊，无共款年纪的女人，安怎坐椅啊？嘿，红灯啊！有车啦！规个万年啊！但规个叫要调哦。你逆向呢？吵是啊，拢是你伫边仔咧吵，害我逆向啊！乌鸦坐伫麻叶的脚趾片顶悬，家己的红棍，家己的脚趾片，麻叶拢无达回应。嘛无堪乌鸦战斗，伊无浪费时间甲精力伫乌鸦身上，伊只是继续学伊的膝仔，一直飞，愈飞愈悬，伊天顶一直飞悬。当伊飞到足悬的时阵，乌鸦就愈歹喘气。最后，乌鸦因为无气，就栽落啊！唔通浪费你的时间伫唔对的人事物上，应该爱知影要安怎提升家己的关度，改变家己的眼界，增强思维甲智慧的腔室，这个是咱必须爱做的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这支影片，请分享一下，顺刷订阅看，留天本没不来按下键准时好看影片，刷。阿囝。恁肯定你这个年纪已经出来趁钱啊呢？啊，你他接袂路用啊？其实你这个岁头已经做美国总统啊呢？今年休寒，我妈妈把我的电动藏伫册包内底，结果害我规个休寒拢无算到。